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的机密文件，将有可能泄露出去啊！即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表示，无排除这是临时作战，要阻碍台湾申请。不过，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签署头一批协定了后，行政院的政务委员陈振中就表示，英国有真侪国家想要甲台湾深化经贸关系，拢即马想要学这款的方式。若真有好消息，也会对外公开。 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头批协定6月初签署了，最近立法院审查无异议通过。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振中讲，未来有机会和其他国家签署类似协定，并且强调这款的模式 CPTPP 嘛会当适用。我们这个参加 WTO 的成功啊，这个应该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跟很大的一个启发。我们也承诺说愿意接受新的高标准。 我们把法律都先改好了，这哪个国家可以做到像我们这样子的？都还没有参加，我们法律就先把它改好了。另外，最近传出 CPTPP 申请机密文件外泄事件，陈振中认为，在会当控制范围内影响无大。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回应，相关单位当咧追查来源，无排除是中国的临时作战。国安局正在追查讯息的来源，那我们不排除是假讯息作战。 那要干扰台湾申请参加 CPTPP 这个申请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程序。外交部和国安局目前搁在查证文件的真假，同时也呼吁民众要有分别能力，判断网络流传文件的真假，唔通转达这款受到变造而且来路不明的文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